上嘅成就，被質疑係要奉承特朗普。呂特表示只係陳述事實，介意內容被公開。據報呂特亦都喺峰會日程上落足心機，包括將為期2日嘅冗長會議改為由荷蘭國王主持嘅歡迎晚宴，以及一場大約2個半鐘嘅正式會議，並將縮短峰會最終聲明嘅篇幅。有分析話，有關安排旨在令特朗普滿意，從而令美國繼續留喺北約。無線電視記者陳生報導。休息翻嚟有其他消息，陣間再見。今日世界烽煙四起，但有一種同戰爭一樣可怕嘅嘢，就係大流行病啦。經過新冠疫情嘅慘痛教訓之後，我哋完全明白病毒嘅流行係無分國界、無分種族，可以隨時發生嘅。要克服佢，必須要全世界嘅通力合作，特別係喺疫情嘅通報機制、疫苗同藥物嘅研發同流通呢幾方面。世界衛生組織經過咗幾年嘅協商咧，今年2月通過咗世界第一份大流行協定，透過國際間合作成立疫苗、藥品同埋檢測工具嘅分享機制，令世界係免受未來大流行嘅威脅㗎。對發展中國家同埋發達國家同樣重要。呢份具有歷史性意義嘅協議咧，有個明顯嘅缺陷，就係最富有同掌握最尖端醫學技術嘅美國係冇簽署呢個協定嘅，因為佢已經退出咗世衛啦。美國呢個最大捐助國退出。